蔡总统前一站去高雄慰劳空军，说伫甲空军的飞行员对话时出现解放军在话话。咱国空军是表示讲，总统甲解放军是用无共款的通话系统，并无受到影响。行政长官陈建仁嘛表示讲，这个事件显示讲，国军捍卫空防，逐工拢有无共款的挑战。有退休的空军的将军是质疑讲，解放军进行干扰的时间点，哪会遮尔拄好？咱国军的情报能力恐惊有问题，这应该要重视。是总统。总统蔡文伫空军基地，甲空中的战机飞行员通会，所向传来强军的话声，拍断通会。这发生伫车口，蔡总统到空军南部区域组织关节中心慰劳军官将士进行备战通会时阵的插曲。空军回应，蔡总统是用战备专线电话通联，强军是用国际紧急开放频率广播，两者的通会是系统不同，两者系统并不相同，总统也没有受到影响。这个实况呢，也显示了我国的国军呢，在捍卫空防的时候每日呢所面对的各种的挑战。相关影片不止互中国网友一直传，前空军副司令张建庭也质疑，强军干扰的时间点真巧合，国军的情报整合甲反侦组恐惊出现警讯。总统的行程已经被中共充分掌握，他的企图、他的目的，那这样子的话，那我们的情报、我们的反情报作为、我们的保密作为到哪里去了？我们知道一与外泄，全军覆没。张建庭认为，强军发声干扰看起来是小可代志，不过一定要找出问题点。若是强军连总统行程拢会当接纳，也有进行有目的的干扰甲宣传，国军军力部署这基本自信，恐惊要涉大可能。若大海冲突，情报和强军掌握甲真清楚，会提悬国军应对的难度。记者综合报道。